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新田廣場分行陳小姐。我今同大家嚟到新城市廣場睇一個2房嘅單位。我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一個4座嘅 C， 中低層，實面積有583尺嘅，屬於2房緊廚嘅間隔。單位面向西北，客廳望到我身後邊嘅開揚嘅山景，非常之開揚嘅。面積都相當之實用。我係先睇單位間隔同埋樓先。一入到嚟大門口咧，就見到玄關位，旁邊咧就係廚房。廚房有2邊工作台，可以明火煮食。企到3個人，亦都放到呢個雪櫃。飯廳啦，飯廳有對流窗。客廳咧就係呢個鑽石廳嘅設計。單位咧面向西北嘅，放到4個人嘅餐桌嘅。我哋望一望呢個客廳嘅景觀，望翻個山景啦，好開揚嘅。跟住我哋睇一睇呢個寢區。第一間睡房啦，2間房都相當之大嘅，呢度583尺實用。呢間房咧都可以瞓到2至3個小朋友。放到一個雙人床啦，或者可以做一個2個小朋友床。仲有位置放到一個大衣櫃。利用埋窗台位置咧，做埋呢個書台都仲得。浴室啦，都企理四正嘅，有窗，配備一個企缸，都新淨企理嘅。我睇埋主人房啦，呢度就係原跡啦，有一隻窗，可以做一個工人房或者衣帽間。呢邊就係咧主人房嘅區域啦，亦都相當之闊落嘅。亦都係望翻個向西北嘅山景，可以放到呢個雙人床，King size 床，可以2邊落床。